作為一個賣家，而你覺得你自己嗰間單位咧嘅間隔啊、layout 啊、地區啊都唔錯，但係心裏邊咧就會疑問，點解可以放盤幾個月都未賣得出嘅咧？市場好當然就順風順水啦。咁但係好似而家係個買家嘅市場，啲盤放出嚟一兩個月都未賣得出咧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嘅。原因可以有5個，每一個都係關鍵，所以記得睇晒成條片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嘅地產經紀嘉怡。第一個原因咧就係 BC 省嘅失業率咧，其實一路都係上升緊嘅，好似由今年5月嘅5.6%升到去9月預測6.4%，上年5.3%到今年6.2%。簡單嚟講咧，其實有大概20萬人冇工開啊，咁冇工開仲點敢買樓咧？第二個原因，其實喺過去12個月，有超過7萬人離開 BC 省去其他嘅省份，亦都有萬幾人攞唔到 PR 就決定離開，咁人口冇增長，亦都少咗買家咯。第三個原因咧就係錯誤定價啦，有時啲 seller 咧可能覺得自己嗌高啲嘅價錢，預啲位俾人去殺價咧，咁呢個策略咧其實係合情合理嘅，不過咧就蝕咗用價錢嚟做 marketing 最有用嘅工具，因為咧好多人買樓咧，佢通常都會做啲篩選嘅，即係 set 啲 filter，咁所以心裏邊咧都可能有個數嘅，咁啊上網揾到啦，可能佢要話set 個 filter，我要係揾啲1499000樓下嘅樓，咁如果你個樓咁啱開150萬，咁佢就會搜尋唔到你個單位噶啦。咁啊，你都要同你附近嘅樓盤比較下啦。咁如果係差唔多 layout 同埋大細，但係你嘅價錢又高過人好多，咁你就變相好似幫咗隔離嘅單位，顯得佢個真係好抵買啦。咁當然每間屋嘅價值都唔同啦，同埋屋主急唔急買咧，其實都影響個價錢。咁所以如果你嘅單位真係擺咗喺市場好耐啦，幾個月啦都賣唔出，咁就可能要將個價錢真係要變通一下啦。等待買家落咗 offer 之後，如果個價錢真係你唔滿意，你其實係可以拒絕嘅，又或者落咗 offer 就用呢個機會去談判一個更加嘅理想嘅價錢咯，就即係一個 counter offer 啦。第四個原因就係屋企可能太多雜物，雜物太多咧，無論你屋企嘅間隔幾好咧，空間感咧自然減少嘅，入到嚟嘅感覺咧好有壓迫感咧，就一定會減分。咁一般如果 open house 嘅話咧，我一定會建議一啲客人將大件嘅家私放入車房，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可以借啲短期倉庫，咁啊將洗手間嘅日用品啊擺入啲箱度，將佢收埋好啦，然後廚房 counter 最好係乜都冇嘅，咁啊大件嗰啲嘢啊，飯煲啊、熱水壺啊，咁你繼續要用就冇辦法啦。咁但係好多時咧，其實廚房咧個 counter 都放咗好多零食啊、大樽細樽嘅鹽油啊、豉油啊、醋啊咁啲嘢，咁所以你都要擺好嘅。咁因為你試下幻想下，你去睇人哋間屋，周圍都係林林沈沈大件細件嘅嘢，其實真係會大打折扣嘅。咁所以大家快啲俾啲心機，執下屋咯。好啦，第5樣嘢咧就係有時大家都會忽略嘅，咁呢樣嘢咧你就要同你嘅地產經紀一定要配合啦，就係當 open house 嗰時，或者有人 book 啲 private showing 嗰時，記得要空氣流通同埋光線充足。喺夏天咧有冷氣就開着個冷氣啦，冇嘅咧就一定要開窗。咁如果有寵物咧，就記得清潔好寵物嘅Kiki 同埋 Bobo 嘅味道啦，確保唔好有啲咩嘅異味啦。咁啊，有時可能自己聞慣咗自己屋企嗰陣除咧，真係唔知道屋企其實係有冇一啲獨特嘅氣味㗎。咁所以大家可以選用一啲柔和啦、清淡嘅蠟燭或者香薰油協咗一下。咁啊，氣味同埋光線咧，其實係直接對大家對一間屋嘅感覺㗎。咁如果因為咁簡單嘅原因搞到賣唔出咧，就真係唔抵啦嘛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希望呢5個原因可以幫到你，令到你有一個心理預算。嗱，雖然市場我哋控制唔到，但係間屋企乾唔乾淨，你做得到，加油！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拜拜。